台南市中山公园边的关会站，自透早8点外就有侪民众来排队，全部拢是来响应台南市妇女会所举办的关会活动。通常往年我们都是在寒冬送暖的时候都是送物资，但是因为现在我们的血库非常的缺，因为什么？现在寒流的问题，还有学生都放了寒假所以我们现在血库跟我们说非常的缺，所以我们现在的库存量又遇到我们的春节。又有7天的春节，所以现在血库量非常的缺，所以在这边共襄盛举。台南市妇女会提供礼券甲礼品送予前来关会民众，希望借此来鼓励大家踊跃关会。同时，台南市各区的分会、南星基金会、新界扶轮社、金善美赛主会、仁爱姊妹会等一个爱心团体协会嘛拢来参与。捐血活动是相当有意义的活动。除了我们可以救人之外，我们自己也可以促进我们自己身体的新陈代谢。我个人也是长期的捐血者，那今天准备要捐500cc。结盟我们所有各区的理事长来办这个捐血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。妇女撑起一片天，不止这样子，我们今天结合了15个单位，一起来共襄盛举，卷起你的袖子，捐出你的热血。根据主办单位统计，至今总共募到371地花。除了帮助会库增加存量，也期盼抛砖引玉，吸引较侪民众加入关会行列。台南新闻出版采访报道。